個記者會就宣布咧，我哋前線咧係參加新界東嘅立法會選舉，咁樣咧就係我哋前線咧係決定咧係我劉慧卿同埋我身邊嘅柯耀林咧係一齊咧係做一個名單，就競逐9月7號嘅地區直選。咁我哋咧就希望咧係再次會得到新界東選民嘅支持咧。係可以再次入到議會咧，係為香港服務。咁大家會睇到我哋背後嗰個橫額咧，今次咧我哋係提出咧係香港不能褪色，因為咧我哋係覺得咧喺呢個主權移交咗11年咧，香港有好多嘢嗰陣時市民咧係引以為傲嘅咧，係五光十色嘅質素咧係一路咧勞退。咁我哋會覺得咧，尤其是係民主，其實都係冇民主噶啦，一向都。但係喺殖民地臨結束嘅時候咧，當時殖民地政府係有啲建議咧，但係都俾董建華集團咧係再做翻，包括咧就係呢個立法會選舉嘅呢個功能團體嘅公司票，董建華都要攞翻。因為彭定康取消咗，同埋咧呢個基本法其實咧基本法裏邊嘅安排咧，亦都係令到咧香港嘅立法機關咧係同呢個殖民地嘅立法機關嘅權力咧都比唔上。喺以前咧喺英國殖民地統治之下咧，香港嘅立法局咧係可以提出法案嘅。我自己都提過一個全面直選嘅法案，以1票之差落敗，但係而家係唔得嘅。咁所以基本法咧係對於呢個立法機關嘅掣肘咧係強過殖民地嗰陣時，同埋又有呢個74條啊，即係好多規限，唔俾議員做乜，亦都係咧係有呢個分組點票嘅機制，係將呢個俾呢個功能團體嗰幾十個議員咧係好大嘅影響力。咁所以咧，就算有少少嘅比較進步嘅氣息咧，亦都係退。咁而家我哋睇到市民係好嬲嘅，好多時即係有人支持嘅嘢，都係不被接納。咁甚至有時立法會大家都支持，行政機關咧都係唔接納嘅。咁至於區議會，大家亦都睇得到啦，又恢復翻呢個委任制。所以喺嗰個民主訴求嗰度咧係倒退。人權、新聞自由啊，其實我自己感受係好深，因為我係新聞界出身，我係睇到咧係好多嘅自我審查，但係呢個自我審查亦都唔係淨係局限喺新聞界，喺成個社會咧都係大家會睇到，即係好多人嘅做法咧而家係越嚟越小心。點解要咁小心咧？因為佢唔想得罪北京或者得罪啲權貴。所以咧，你睇到我哋今次呢個橫額咧，呢個橫額點解你話哇啲半塊面嘅？呢個亦都係俾你大家睇到。大家請入嚟啊！你呢邊坐，行過嚟先啦，唔緊要，行過嚟。我哋啱啱開始嘅啫，只係呢個橫額咧係話我哋係被邊緣化，但係我哋唔係被市民邊緣化，我哋係俾啲權貴邊緣化。係俾北京呢個政權同埋曾蔭權集團同埋有啲有錢佬，因為怕得罪權貴，佢哋邊緣化我哋。即係我相信我哋嘅信息，如果係出得到去俾市民咧，市民係唔會邊緣化我哋，因為市民係支持我哋好勤力去做嘢，用一個好清廉嘅方式去從政啊，完全係將市民嘅利益擺第一。亦都係因此，我係91年做議員到而家，從來都係一份工作、一份收入，係冇利益衝突、冇角色衝突、冇時間衝突。我亦都相信咧，我自己係立法會裏邊最勤力嘅議員之一。我係盡心盡力做事。呢啲嘢咧，你俾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嘅選民俾佢知道咧，佢係唔會邊緣化呢個人嘅。但係唯獨喺香港，我哋就係被邊緣化，邊緣化到點啊？10幾20年都冇回鄉證，翻唔到大陸，
柯耀林好勇敢啦嚇，我希望佢個回鄉證可以代穩啲啦嚇。不過但係陣間佢會講下啦，即係行得呢條路咧，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嚇，未必話好似國內嗰啲民運人士咁凄慘字，但係都要有個心理準備。但係我哋係唔怕艱辛嘅，我哋唔怕被權貴邊緣化。總言之係有一人一票嘅選舉，我哋都會參加，我哋都盡力做。但係呢個唔係真係普選，普選係所有人都可以投票選所有嘅立法會議員同埋選行政長官。咁所以呢，我哋前線呢係決定係參加今次嘅選舉。咁喺未來幾個禮拜呢，我哋係會好努力咁去盡力去做，希望將個信息帶俾我哋區裏邊嘅選民。而家係應該有82萬嘅選民係增加咗，咁我哋希望盡量啦，因為資源有限，我哋希望將個信息咧係帶俾佢哋，亦都希望咧選民咧喺9月7號扶老攜幼，全部一齊出嚟投票選出佢認為係可以代表佢監察政府令到政府係清廉，令到政府問責嘅一班議員。咁我而家請柯耀林議員都講幾句。好啦，咁